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吼，台语定定一字几落音的。你像讲乾三环昆六段，咱知影八卦内底昆六段的段几落音呢？另外一音叫做断。我甲你断定啦，3个月吼，你就无头路啊啦。当然在讲笑。不过南管较早一条曲叫做共军断约，断约就是约束某时某日咱要见面，所以断甲断关键音无共。搁另外一个白话音讲叫做长，哇，讲到这个长吼，大家若长踏伫头前，应用多变化。你听我讲，讲有人已经送甲长寸铁，长寸铁毋是表示讲手无寸铁无早假死，毋是呢，意思讲毋是干那金银珠宝无，厝里会有值钱的，当摕去断的拢总无，安尼叫做长寸铁。啊，毋若干那长寸铁尔，佮另外人一句形容讲叫做长西蛇，迄蛇啊，离线济啊。连一蛇都无啊，衫破无才条补啊，安尼叫做长西蛇。啊，哪有人咧念迄个四句联讲，有人吼开甲长西蛇，原因就是真趁拢要真搬。当然啦，长寸铁、长西蛇，咱即马咧讲，对少年朋友无定拢有较深。毋过咱来甲理解，理解讲厝恁价值的拢已经断甲了啊，叫做长寸铁；厝恁衫破无才条补，叫做长西蛇。啊，敢有搁较直接的？有。咧讲身躯已经无半点钱，讲叫做长重，对，连当身啊都无安尼叫做长重。所以另外一句话，人讲叫做长半圆，一角5厘拢总无。咱兄弟人咧讲来讲心动不罢，落地啊已经第4角啊，就对啦吼。迄个4角是落地啊拄好4角啦吼。人伫咧讲笑亏，家己伫咧消遣家己。啊，毋过讲到即句长半圆，我就想到台湾歌较早一条《港都夜舞》。卢团主先生作词的歌词写了足赞，伊敢毋是表示讲想起当时踮在船边，讲甲汤蜜甜，真正稀奇你我情谊，煞来拆分离。毋知何时会来相见，真情长半厘，啥做长半厘？无毋对，长半圆就是连一角5厘都无，啊若长半厘就是你批拢无寄来，音信全无，连半厘都无来，安尼叫做长半厘。所以台湾话，甲即个长踏伫头前，会当应用变化遮尔丰富。一字几落音以外，敢若长一音尔，有才条做遮济事。台语咧讲艺术的所在，深入趣味的所在，真确实伫遮啦。